咱犹原徛伫讲塔新的界面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予你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启应文第13篇，启应文第13篇，伫信息后壁。我来刻，请大家来用。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照你丰盛的慈悲，擦消我的过失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。也洗清我到无罪，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，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。我所犯着的，就是得罪你哪天。伫你的目睭前行这号歹，直到你讲话的时显明做义。判断的时显明公道。我是伫罪恶中生的。伫罪恶中间，我的老母怀孕我。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。伫我的腹内，你要予我得到智慧。求你用牛车草洗我，我就清气。求你洗我，我就比洗较白。求你，予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予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。求你你的面，无看我的罪。擦消我一切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，予我创造清气的心。予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我的志要大声吟诗，学落你的字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喙唇。我的嘴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。因为你无爱这物，若爱，我就要恨。伤济你也无欢喜。上帝所爱的罪，就是忧伤的神。上帝啊，忧伤痛苦的心，你无要看轻伊。同心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将属天的愿望充满阮，阮就会当伫一切的患难中得胜，有上帝做靠山，凡事有平安。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伫十字架顶对平安向阮赐下，互阮心内无搁惊吓。会当安心倒伫你的怀抱中间，阮就将心内所求的事完全交托你来成全，互超过期待的祝福降临到信靠你的人身上，嘛会当显明上帝是遐尼爱阮，也叫阮明白你的良善，因为你的同在，阮有满足的喜乐。无论受到任何的试探，阮拢袂摇掣。阮知影要随时倚靠你，信靠你大能的话语，因为你的恩典，用你的恩典来见证，伫基督内面超过所求所想的方式，来互信靠你的人领受。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学老，圣歌队所要学老的诗歌是：着来坐恩典的道。
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彼得前书3章18章甲18节甲22节。彼得前书3章18节甲22节。伫周报的后面也有今仔日的经文。因为基督嘛捌为着罪受苦，一遍就完成。义的人替不义的人受苦，是为着要带恁到上帝的面前。伫肉体、伫肉体，伊要受死；伫灵，伊有国活。通过伊的灵，伊嘛要去对迄个监内的灵传道。就是挪亚准备大船的时，上帝有耐心听候迄个无顺探伊的人。当时进入大船的人无几个，只有8个，因有对水内得着救。即个水有表示咧，毋是要洗除咱身躯的垃圾，是要互恁有清白的良心，通对上帝决志。即个洗礼通过耶稣基督的国活，互恁得到拯救。伊已经就天，现在伫上帝的正边，在掌权正天赛，以及灵界的掌权者甲权力者。讲道姊妹牧师讲道的题目是进入恩典对洗礼开始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陪伴即种的恩典，带领因带阮进入主你恩典的门，进入你主恩典的门内，互阮会当享受甲主同在的宴席。即款的景况是何等啊美妙！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今仔日透过主你的话语。互阮搁一摆确信主，当阮借着洗礼进入你恩典的门内的时阵，主，阮确实有盼望，阮确实有欢喜，有平安，有快乐。愿咱的仰望、祈祷、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们。我想昨暗的地动，互一寡人足着惊，若是住较悬的所在的人吼，足着不只着惊。啊，特别是住伫台东、高雄南部的人，搁较着惊，因为听讲即个地动是对921以来，可能是算讲上大的一个地动啊。对南部地区的人来讲，我想伫地动的时阵，咱的反应拢无共款。有的人是就地掩蔽，啊，有的人是紧去开门，啊，有的人是毋知摕啥。每一个人我想反应拢无共款吼。总是咱即个反应。拢表示一个什么情形，就是想要活落去啦。人的本能就是想要活下去，想要活落去所做一寡反应，就是咱人的本性。这几年来，因为 COVID-19 的疫情，市面上有侪抗疫食品的广告，像清冠1号，咱拢知影，清冠1号名声足大的，有一站清冠1号，互大家抢啊拢无地卖啦吼。无地卖，咱总是咱拢毋茫活地，毋但活地，阁爱有活地，阁有品质。伫人类的历史也定伫研究一寡健康，互咱会当活久长的遮的物件。比如讲，咱厝内拢有一寡维他命，无论是 B 群啊、维他命 C 啊，咱定拢有听足侪人伫食。啊，阁有咧，咱面切的、身躯抹的。足侪物件，足侪外口迄个市面上的医美啊，像最近医美足盛行的，就是为着咱会当活得有品质，为着这个会渐渐衰微、朽烂的肉体，通维持健康、维持好看。咱所开费的资源实在是真多啊！讲坦白咧，咱对这个身躯所开费的钱不得啊多，总是咱对咱为着咱肉身所付出的代价，对伫迄个未来，对伫永远活，咱到底是要点伫天堂，还是会陷落伫地狱？即种代志，咱对家己敢会永远甲主同行、甲主做伙所伫意的？
实在是真少。咱人常常会陷落伫家己所看到的范围，直到看袂到上帝，迄才是忽略上帝的存在。拄则讲，咱有侪发明吼，有一些研发的一些药品、药物。伫人类的历史中间，有侪做研究的头人。我想大家拢真知影一个人叫做牛顿。牛顿发明啥物？伊发现啥物较有名的？万有引力，吼，有猜到引力两个字啊，吼，万有引力。总是有偌侪人会进一步思考，这个引力到底是对倒位来的？啊，还有一个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伊提出相对论。相对论吼，牧师对从网络上查吼，它的其中有个定义是说，在时空当中一个物质的运动状态。好专业，你们问我也不懂啦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总是对伫爱因斯坦伊提出相对论的时阵，有偌侪人会去想，啊，这个时间、空间，这个时空，啊是对倒位来的？伊家己就安尼总出来吗？伊是对倒位来的？是啥物？是啥物人创造的？然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、演化论的时候，上帝创造的天地万物的这项代志、这项事实，就搁较互人放伫后壁面去啊，无人去质疑。人类只有相信家己发现、看会到的事实，这是咱人的自尊甲骄傲，也是人类的限制甲迷失。照伫咱人的本性，无人想要承认家己真迷失、真无力、无气力。真有限，无有人正常的人无想要去承认这个，就选择明明就是真有限、真微细嘛，就选择忽略上帝遐尼大的存在，这就是咱的罪。当咱忽略上帝存在的事实的时阵，这就是咱的罪。伫这个追求自我满足，阁毋愿降服伫上帝的世间，哪亲像咱伫坐伫迄个大游轮哦。比较有名的立新游轮嘛，咱哪亲像坐伫迄个立新游轮顶面安尼享受自在，伫船顶的人哇真享受，总是即只船无法度靠岸的时阵无人知，伫船顶的人游安尼欢喜快乐，逐工欢喜快乐，食饱困饱食安尼，无人去想讲，即只船敢若无法度靠岸迄种危险，直到面对死亡的时阵，才发现已经袂赴啊！伫茫茫渺渺的大海，只有耶稣伸手引带咱甲上帝结连。除了咱的主耶稣，咱无别位通得到救。除了咱的主耶稣，咱无别位通得到救。今仔日的经文18讲，因为基督嘛捌为着罪受苦，一遍就完成。义的人替不义的人受苦，是为着要带恁到上帝面前。伫肉体已受处死，伫灵已有国活。咱对上帝的拒绝，才对咱要受气杀伫地狱的罪。总是主耶稣着为着咱启示迄位至高上帝的权能，甘愿降落伫世间，成做人，踮伫咱的中间，为着咱。伊甘愿牺牲家己，受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伊将家己当作祭物献予上帝。义的人替不义的人受苦，借着伊的牺牲，咱受引带到上帝面前，定生甲上帝结连。耶稣基督是咱会当对地狱的审判逃走，行往永远活意义的一条道路。耶稣基督用伊的义替换咱的不义，是为着互咱的一生通定生有正确的意义甲目的，就是伫永远活的内面，甲主同行，甲主三甲地地，亲像当初亚当夏娃甲上帝做伙伫爱甸乐园安尼。所以当一个人接受洗礼，伊就无过是为着家己伫活。因为咱的方向、咱的目标拢是上帝。
加拉太书第2章才有讲，现在活的无阁是我，是基督踮伫我伫活。咱人的一生的意义甲方向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重新朝互正确，朝互正确，就是咱的目的、咱的方向，咱一生的意义，就是会当永远甲上帝三甲伫地。永远我绝对毋是等咱死了后，才是叫做永远我。因为有时啊，咱伫咧告别式的时阵，拢讲啊，这某某人真正感谢主的恩典，伊已经到伫永远的乐园、永远我永恒里面去了。其实现在每一个时刻，拢是伫永远的内面啊。永远绝对毋是未来的代志，咱即马就是伫永远即个时间的内面啊。即个世界还未互上帝创造以前，伫上帝内面的迄个永远就已经存在啊。上帝是早伫地、现今伫地，直到未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上帝的存在，毋是伫咱所想象会到的即个时间的内面啊，因为时间也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时间也是上帝所设立的。若是安尼，可能有人会问讲，牧师，若是安尼吼，上帝若是安尼无所不在吼，既然上帝无所不在，是安怎一定就爱受洗呢？19节、20节的经文，今仔日经文安尼讲，19节，通过伊的灵，伊嘛有去对遐个伫加拉的灵传道，就是那阿准备大船的时，上帝有耐心听候遐个毋顺服伊的人。当时进入大船的人无几个，只有8个，因为对水泥，因有对水泥得到救。伊的灵，则讲伊的灵，19节讲通过伊的灵，伊的灵就是圣神，是上帝快乐的展现。加压是表示什么？加压是表示一切受控制、受束缚、受隔离的即个情形。就是一种和上帝隔离的一种的境况，意思是遐个毋愿接受洗礼、毋愿甲上帝同行的人，就是亲像关伫监狱内面，因无想要得到救，因也无想要得到赦免。过去那阿在准备大船的时阵，众人拢将迄个通得到救的机会看做是真。讲迄群人到底是伫创啥？拢甲因提笑。所有人拢将迄个会当得救的机会看做是奇怪，无人感觉有迄个必要，也无必要。即马着好天啊，也无嘛落雨啊，一点仔雨也无，是安怎？着爱做迄只大船。到伫上帝降落大水，淹没全地，只有顺服上帝那阿一家人得到救。这段经文借着那阿的事件来说明洗礼的重要。遐个愿意相信上帝并且顺服，照伊的吩咐去行的人，亲像那阿一家，通进入救赎的恩典。同款，对伫现今的人。既然愿意相信上帝是生命的源头，相信耶稣基督伫十字架所做牺牲，相信圣神保惠师确实来保守、告守咱。咱若相信这一切，并且把握机会接受洗礼，就会当进入上帝恩典，甲伊三甲伫地。毋过，甲主三甲伫地，甲主做伙的这种的幸福。即种的感受，敢若毋是足吸引人的，所以侪人要是感觉洗礼毋是介重要。有个人感觉啊，和主做伙是啥物意思？甲主同行，阁是啥物感受？敢若毋是介重要，毋是遐尔啊赶紧啦，免遐赶紧洗礼啦。特别是生活伫都市的人，生活伫都市的人，逐工的行程拢排甲满。有一句话讲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要没事找事做。因
可能在看讲，哦，真做基督徒，敢若真无用呢，真麻烦。逐礼拜做礼拜，搁爱参与团契的聚会，搁着爱奉献，搁着爱服侍。我若是有遮侪时间吼，我摕来困嘛较好。若是将奉献的钱吼暗藏起来，去食一顿好料的，安尼嘛袂歹。有时啊，搁爱含遐个为着甲主做伙、甲主同行即项代志，搁要伤脑筋，含亲情朋友去说明。是安怎？我着一定爱甲主同行？是安怎？我着一定爱聚会？是安怎？我着一定爱服侍、奉献等等？是安怎？咱爱将遮个代志看做比因较重要？有时啊，咱去说明，若是会当理解的，阁袂歹；若是袂当理解的，咱就感觉足头疼的。咱拢毋茫甲咱所疼的人做伙。前一站嘛，听武龙长老分享，因为武龙长老，咱拢知影伊有一个查某孙，考清真古水啊吼！因为爸母要上班嘛，上班一定爱送去保姆遐，送去保姆遐就逐工爱接送。前一站就听武龙长老分享讲，伊主动争取查某孙的这个权利啦。伊讲吼，爱有接送伊的查某孙吼，安尼。有做伙，感情才会愈来愈好。爱有做伙，感情才会愈来愈好，哪来哪亲。一般咱做人爸母的，也会将囡仔的相片放伫咱的手机内面，三不五时也摕出来看。咱若有意爱的人，有伫意的人，一定会随时吼伫手机顶面，或者是桌面。一看到哇！我的乖孙，我的乖囝，吼，迄才是我的男女朋友等等。为着甲所疼的人做伙，咱绝对袂感觉麻烦啊，也袂感觉真忝。做伙斗阵的即种感受，互人感觉真幸福。咱即群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，甲主做伙的基督徒。咱甲主的关系，就是应该亲像安尼，充满幸福，充满满足。这是还未受洗礼的人，因无法度通体会。讲到这，牧师真正是想要问大家，已经受洗礼的，咱和主的关系，敢有即种亲密？敢有即种甲主做伙的时阵，感觉足幸福？的感受，咱大家小思考一下。这种甲主做伙幸福是无法度用语言来表示，亲像咱看到，当咱看到遐个囡仔遮尔啊古锥，像咱即站两个小朋友，就是开华的囡仔，阁有拄则讲的，就是武隆内馆长老因的孙，就是博彦新路的囡仔可亲。看到因的相片，看到因的影片。规工的迄落烦恼，规工迄忝甲足忝的迄落拢无去啊，完全咻一个拢无去，拢消失，有无？有啦，吼，毋是因啊！我想讲，大家应该有看到咱家己囡仔细汉的时阵，迄种真古锥，吼，真幸福、真快乐、真欢喜的迄种感受。对这点，咱着爱思考的是，已经接受洗礼、成做基督徒。咱已经得到自由甲幸福的咱着爱知，伫家乐内底，还阁有侪咱所疼所伫意的人啊。敢讲咱就安尼出在因继续踮伫家乐内底吗？还是咱会亲像，还是讲因关伫家乐内底，咱无去伫意，还是讲咱会亲像罗德伊的某，就是阿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太太。安尼就是伫咱接受洗礼了后，咱已经进入稳定，得到迄种的得到救的过程，咱无法度伫意甲主的关系，咱无法度专心跟主的脚步，然后咱就一滑头。一回头，咱拢知影路德个某一直滑头变做啥物？
一支条啊嘛。咱已经对家甲内面得到救，进入到伫上帝自由的稳定的内面。咱敢有第一牵条伫咱的上帝，看重咱甲伊的关系，伊到伫倒位，咱就缀条条。亲像囡仔安尼，爸母去倒位，咱就缀条条，迄个手牵甲。当然，咱知影囡仔有时啊，有一阵子都不要你牵啦，吼，我要家己行啦。总是咱拢知影，咱就爱亲像囡仔安尼，将爸母的手牵条的迄种，甲主做伙的迄落亲密。咱是毋是有第一即种关系？咱是毋是有第一？咱甲上帝是即种的关系？咱搁看今仔日的经文21节到22节。21节才有讲，即个水牛表洗礼，毋是要洗除恁身躯的垃圾，是要互恁有清白的良心，通对上帝决志。即个洗礼通过耶稣基督的国约，互恁得到拯救。伊已经上天，现在伫上帝正面在掌权正天赛，甲灵界的掌权者甲权力者。即种甲主做伙无人通替换的幸福，是上帝要赏赐予全人类的稳定。也有可能有人会问讲，会讲啦吼，稳定，我稳定足多呢。吼，我已经足多物件呢，逐项无欠。我毋免去接受洗礼，我就已经上帝予我足多啊！上帝予我足多稳定啊！我对现在的生活真满足。其实，你若无接受洗礼，迄就是讲，你感觉你所得到的拢是稳定，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，也是魔鬼撒旦的欺骗。上帝若任命你，互你暂时通得到圆满的家庭，互你有产业，互你有真富裕，这一切亲像什么？咱去大卖场。Costco， 有人真意爱去 Costco， 是因为遐有啥物服务？有捌去 Costco 的人 ，Costco 提供啥物服务？现场试吃啦。现在因为疫情关系，可能没有啦。进前就是试吃的吼。你若是还未接受洗礼，总是你已经得到遮尔大的稳定的时阵，其实。这只不过是一个试吃的概念，这个稳定其实你还未完全属于你。就算讲上帝有灵敏，借着这种的方式去引你来敲找伊，你就赶紧接着洗礼来回应上帝的听。伫福音书内底，咱拢知影有一个真好亚的青年，我们讲少年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，对无？迄真有钱的好爷啊，钱拢无底，就是开袂了的。稳定遐尼多，总是这稳定毋是属于伊呢。伊到底死了后，伊啥物拢无啊？伊伫倒位？到底伊死了后，伊人伫倒位？天堂吗？毋是呢。伊莫讲等到死了后，伊爱要活地的时阵。其实，伊拢伫咧地狱，其实只不过伊家己毋知影。咱若伫接受洗礼进前，上帝互咱任命咱有遮个稳定的时阵，咱就爱赶紧来回应主的听。你若想讲毋免遐尼赶紧，咱就知影哦，好的物件你无较赶紧，你就抢无啊。卖了就关门啊！你想要买就买无啊？敢毋是安尼？像上个礼拜六，有一场韦礼安的演唱会，少年人较知影，那个门票有够歹买，你抢较慢的就买无啊，抢较慢的就买无啊。上帝稳定的大门。若是关起来，
想要入去，无法度通入去，咱就伫遐家己切齿啊！咱讲实在的，坦白讲，头家上讨厌一项代志，什么代志？头家上讨厌就是一直在试食，一直在试食，拢无要买的人啦。敢毋是安尼？咱若做头家人，咱小想一下，咱虽讲咱毋是做头家，咱去排列，一直在试食，咱都感觉足歹势，对无？试食一遍啊，还好还可以；试食2遍吼，面皮较厚啦。若试食第3遍，佫毋买的人吼，迄实在是嘛真少啦。吼，总是。咱若已经享受稳定，却毋肯来回应洗礼的人，就是即种一直在试食，拢毋肯买的人。正是稳定，必须着爱对洗礼开始。这个稳定绝对毋是，也无法度借着家己的努力通得到。只有伫耶稣基督内面借着洗礼，咱才会当有清白的良心，通对上帝决志。我想在座大部分的兄弟姊妹，咱拢是已经接着洗礼、进入稳定的人。这个稳定并毋是咱所得到遐个世俗的物件，并毋是咱的财产，并毋是咱的厝，并毋是咱的某囝、翁遮的。这个稳定其实是咱所得到的进入，咱接着洗礼所得到的稳定，就是。拄则所讲的，甲主做伙即项代志，甲主做伙的幸福，借着信心的洗礼，借着信心所享受的快乐，咱才有清白的良心，有法度坚定对主来行。这个清白的良心，互咱会当对救赎咱的主有信心。这个清白的良心。互咱会当专心听调，专心抓调咱的主耶稣，和伊有遐尼啊亲密、遐尼相疼的关系，享受迄种无通比拼的幸福。基督宗教，咱定定讲基督教实在讲起来，并毋是一个宗教，也毋是一个信仰。可能开始有人在头型啊吼，基督教其实并毋是一个宗教，毋是一个信仰。一般人在讲宗教、信仰，会互人感觉咱人有选择的权利，咱会当去选倒一个生命较好，倒一个生命较强好，我选伊。所以这个就做我的宗教，这个就做我的信仰。总是咱爱明白，咱做基督徒，咱爱明白，咱是因为耶稣牺牲的疼，咱真做基督徒，真做上帝儿女的这项代志，其实咱并无选择的权利，我们其实并没有选择的权利耶，选择权不在我们手上，看起来。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选择我们要不要信上帝，我们要不要敬拜他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会很奇怪。怎么个奇怪呢？咱若有选择上帝的权利，就亲像你的囝甲你讲，老爸，我惊你选择你做我的老爸；老母，我惊你选择你要做我的老母。我想，当咱的囝安尼对咱讲的时候，咱可能会讲，你嘛较拜托的。你不选择我，我也是你的妈妈；你不选择我，我也是你的爸爸，跟你选择有什么关系呀？是不是？和咱的选择是无关系的。咱无论安怎选择，上帝就是上帝啊！上帝就是咱生命的源头，上帝就应该是真做咱的属天的爸，敢毋是安尼吗？因为对于咱出世，咱的爸母就是咱的爸母；对于咱出世，咱的上帝就是咱的上帝。这是伫本质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所以咱常常
和世间人共款，在讲宗教信仰的时阵，咱定定记是咱为主所做，是出自咱的选择，是出自咱的主观。这种错误的理解，直到咱在选择要做啥、毋做啥的时阵，哪像是出自家己的权利，却毋是出自对上帝的听。这对咱甲上帝的关系是一种真大的损失。就亲像咱照顾咱的父母，这也毋是咱会当选择的。咱照顾咱的父母，是出自什么？是出自听，毋是出自咱的选择。咱无权利选择的。只有关系讲坦白，只有关系无好的人，才会去做选择啦。咱和上帝关系若无讲介好，咱才会去选择。我们才会把自己的利益摆在前面，去选择怎么样做对自己的最有利，怎么样做让自己的损失最少。虽然咱讲牧师若是毋是，咱毋是讲宗教信仰，咱要安怎讲咧？咱嘛无法度安怎讲，就是宗教，就是信仰，是安怎咧？因为咱爱传福音嘛。啊，世间正人拢是在讲宗教信仰。咱在讲宗教信仰是为着要和别人通说明，互因通清楚，咱所信的、咱所敬拜的，和因无共款。另外，也是因为无一个更较好的文字语言，通表达、通解说咱所敬拜的对象。咱所敬拜的上帝，咱诚做上帝囝儿的这项代志，因为咱诚做上帝囝儿，所以咱的生活就掠伊做准情。这么丰富的生命，实在是无法度用2个字就说明清楚啦。安尼有了解无？吼，咱虽然在讲宗教信仰，总是咱家己爱明白，是主上帝选择咱，是主上帝将咱创造出来，是主耶稣伊主动伊甘愿为着咱来牺牲，主权拢伫咧上帝。咱接受洗礼，甲主三结连，不过是理所当然，照安尼来回应那定。这一文典必须着对洗礼开始，要甲咱生命源头重新结连，也必须对洗礼开始。各位兄弟，咱诚做基督徒，已经摕到门票伫上帝宴舍内面啊。有的人已经找到家己的位置，啊，有的人还阁在找位，因为上帝宴舍实在是真大。咱坐，无论是你是已经找到你的位置，坐咧。和边仔人开讲讲话，享受做伙的欢喜，还是讲你还在找你的位，一边找一边和边仔的人讲拍招呼，迄就哪亲像咱在参与团契安尼讲分享。咱伫教会生活，咱基督徒做伙的时阵，就哪亲像进入伫上帝宴舍安尼欢喜拍招呼，享受做伙的幸福。当咱接受洗礼，甲耶稣做伙，就已经是踮伫天堂啊！毋免等咱死了后啦。咱即马咱的关系若是甲主亲密的时阵，咱就是踮伫天堂啊！咱即马就踮伫天堂。总是有侪咱所关心第一的人，因亲像拿阿迄个时代的人，也有真侪人。爱徛伫门骹口在看，甚至路过完全无想要入来。虽然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大门一直拢是拍开的，咱也知影，一个人对上帝的心意无法度通勉强。虽然上帝爱咱勉强人入来，总是咱知影，因为这个时代。这个世代，我们理性开发之后，真侪人
伊对上帝，伊甲上帝的关系实在是无法度通勉强，所以是咱家己爱清楚，选择的权利毋是伫咱的手头，因为主耶稣随时会将这个稳定的大门安怎关起来。主耶稣随时会将这个稳定的大门关起来，所以咱虽然已经享受伫这个稳定内面，就是咱着把握机会，招呼人来信耶稣，行洗礼，甲咱做伙伫天堂。就是现在，莫阁等啊！每一个时刻，咱都爱把握传福音的机会，甲咱分享甲主同在是偌尔好、偌尔幸福的即种的机会，招呼人来信耶稣、亲近耶稣，享受甲主三甲地地的欢喜甲快乐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怜悯，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阮即阵当做人通脱离黑暗，进入主你的恩典。恳求主赐阮教业的智慧、信心甲快乐，互阮也通带领引带阮所疼惜的亲人朋友来亲近主，进入主你的恩典。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回应是圣诗467首，圣诗467首。主要拯救正罪人，请起立。坐，奉献，请施献当工。
请坐。公道，请掀开周报内页。大道事项教会意向成全正信徒，全民该做事。第一项为着基体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卢雪英、胡艺梅、洪甘枝、石玲玲、林旭苑、陈美芝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谢丽慧、郭道博、陈秀荣、杜昭、林以诺、曹泰牧师、陈德明、林双耀、江玉秀、刘慧忠、陈义利、张朝明、陈怡君、陈昭明、汪世军、洪千惠父亲李念之确诊居隔者。第二项为9月24号北中教社部举办的净滩活动顺利平安，愿主带领正教会参与服务社会的信用实践，遵行疼厝边亲像家己的诫命。第三，为着台海情势，台湾年底9合1选举，以顶供人的心的安定等等来祈祷。咱同心开声来祈祷。天父，求你赐下平安的福，帮助你的囝儿的身躯，拍赢这个战争，伫病痛的得到重新接力的甘甜稳定，就袂放弃听候见证你的奇妙作为。因为已经赢过死亡的耶稣，确实会当成做阮的愿望。怜悯的上帝，毋干那是要叫肉体上的病痛痊愈，阁要恢复阮要蒙福的性命。所以，阮就爱我靠信心，选择停止行邪，相信听阮的上帝早已经为伊的囝儿备办好所有一切的祝福，互负责医治的医生，甲伫身边陪伴照顾的家人朋友，拢会当做阵一切得到基督福音内面的丰盛好处，对即时甲永远。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，即时咱用主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去试，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今仔日的主日，咱要来颁发奖学金。好，我们今天要颁发奖学金。这个奖学金的办法，我们从这个学期开始，因为在上个学期就已经有公布新办法。那新办法跟旧办法最大的不一样是，
我们新办法是以来参与聚会，好，就是来参加团契生活、教会生活与团契聚会的出席率，好来做颁发奖学金一个很重要的指标，毕竟是教会的奖学金嘛，哈。那学校的成绩只是提供参考，重要的是他们要来参加主日学或者是参加团契这样子。好，那小朋友都好，那我现在唱名哈，从国小的开始，国小组的有廖一柔、张佑泽、黄木成、于木光、廖子安、蓝泽清、黄木琴、林永宁。这些是国小组的。那，国小组应该在下面吧，因为后面会越来越大。好，再来是国中组的林子爱、戴宇杰，因为他们是国中的成绩啊，他们已经升高中了，是国中他们9年级的成绩，下学期的。好，林子爱、戴宇杰，还有张佑嘉、余秋雨。好，这前2位已经是升高中了，然后后2位还在国中。好，第3个就是高中组的陈星，大专组的有邱继红。后悔爱考试哦，恁捌几个啊？恁有捌几个？吼，咱来看一个吼，这是对，这是小学部的，好，高中、国中、大学，好，感谢主赐给我们有这么多活泼爱主的孩子。那我们恭喜他们，我们一起为他们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产业。我们在这些产业上面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主你放在他们身上的爱、希望跟信心。求主帮助这些孩子，赐给他们有智慧，在他们一生的道路上，他们有智慧去做判断，什么是主你所喜悦，什么是主你所不喜悦的。让他们能够愿圣灵来保守看顾他们，让他们一生都走在主的道路不偏离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想能够跟主同行，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，是我们做父母、做阿公阿嬷在他们身上最重要的一个任务。哈，要每天为他们祷告，这些都是你们的孩子哦。好，我们都知道，好以柔柔来讲，他是咱拢在一起聊中路，因为他的孙女，但是她绝对不是只是廖丁路的孙女，是我们所有人的孙女，所有人的女儿。这拢是咱属灵的儿女，他们都是我们属灵的儿女啊。我们都是他们的父母、祖父母，所以因的责任，因是不是会当继续踮伫主的内面，这就是咱的责任，咱爱负责任。好，安尼有了解吼？有了解举手。哟好，阿们，好，咱来翕一个相，好。
们鼓励，赶快拍手鼓励，谢谢，恭喜他们。伫个教会消息报告前，咱要来介绍有2位新的朋友来咱的中间聚会，是郭荣烈先生甲陈秀仪小姐。这2位是义杰牧师台神的同学，因是音乐硕士班的那个台神的毕业，咱欢迎来参加聚会。教会消息，他拄仔颁发的奖学金，拢总有14位的同学得奖，恭喜！第2项，已经报名参加北中教社部净滩活动的兄弟姊妹，请伫个即礼拜六9月24号上午8点20分，伫承德路77巷的巷仔口集合，要上游览车。咱有建议讲爱早换洗的衫裤，因为海边嘛吼，有换洗的衫裤，敢运淡去，也是阁有防晒的用品嘛，爱会记哩早。第3项，10月1号拜六下晡1点半要召开小会，3点半召开中级会，请中级留意。第4，10月2号拜日要举办本年度第5摆圣礼典，请要受洗跟信礼的兄弟姊妹向牧师报名，也请所有陪参会员用别家己甲主同齐验写。第5，各团契的会长，请将第4季复赛的排班，今仔日爱交予干事会诊。奉献的明细，若有错误，请向会计来更正。好啊，遮来做一个补充，就是第2点，即礼拜啦，就是北中教社部的净滩活动。啊，即个净滩活动吼，因为去海边嘛，去海边当然咱拢知影是扣粪手，啊，拢是伫海边那种，就是可以稍微玩一下水没有问题啦吼。所以你若对佚佗迄个水有兴趣的兄弟，你有报名，你已经有报名净滩活动的，可以建议可以带。如果你有困难，拄则嘉明执事也有讲，迄下是你会当穿夹脚拖、穿拖鞋去净滩，你就直接安尼穿去嘛，袂要紧啦，吼，就是因为这是净滩嘛，户外活动吼，免穿啊足正宗的安尼，就无法度通好好啊净滩安尼，吼，啊，就是伫咱77项，就是咱教会即条。吼，8点20，咱伫遐等，因为即台游览车毋是对咱教会出发的，毋是讲出发，就是讲，伊是对。其他教会接人，陆续一路接过来，接到我们教会的。好，所以咱就是8点20到遐等。那游览车若还袂来，还袂到位，咱就踮遐等。好，等到游览车到位的时阵，咱就上车。安尼，好，所以这即礼拜啦，有报名参加的兄弟姊妹，请大家小注意一下以上。上映圣诗510首。圣诗510首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特别上帝疼痛、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互恁一世人拢踮伫主的恩典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会众请坐。
灭岛避灰。